除咗維港天際線，香港仲有好多特色文化收埋咗喺舊區。今日我哋帶大家走入深水埗同石硤尾，探索嚟自舊區嘅歷史文化。首先第一站，我哋由長沙灣 A3 出口出發。我哋嘅第一站嚟到李鄭屋漢墓博物館，館內設有文獻展板，向公眾介紹呢一座古老墓穴同埋出土器物。透過 VR 影片可以清晰見到墓入邊嘅結構，同埋寓意住大吉大利嘅銘文大吉番禺。呢種2000年前祈求大吉大利嘅願望，其實同出邊深水埗嘅街坊日常一樣，咁有土本人情味。沿住青山道就嚟到嘉頓中心，呢個品牌喺1926年創立，喺呢一度見證住大半個世紀嘅工業轉型。佢生產嘅麵包同餅乾係陪住幾代香港人成長嘅經典味道。喺呢一間 GDN Lab 入邊，可以一邊品嚐每日新鮮製作嘅酸種麵包，一邊感受喺極簡嘅現代空間入邊，牆上面掛住嘅幾幅黑白舊相，去了解嘉頓嘅最初故事。而且我哋仲見到職員製作麵包嘅過程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行到隔離嘅美荷樓，睇下以前香港人嘅起居生活。呢座標誌性嘅 H 型嘅大廈喺1953年大火之後興建嘅第一代公屋。行入生活館，遊客可以見到以前舊式嘅商店同埋50年代公屋嘅日常。而行落樓下呢一間咖啡，融入咗香港舊式文化同現代咖啡，好適合遊客嚟感受同打卡㗎。下一站我哋嚟到位於南山村嘅南山商場。嚟到南山村，當然唔少得好出名嘅南山八則冰啦。呢度唔單止係城大、浸大學生嘅深夜青春回憶，仲係街坊最愛嘅宵夜老字號之一。咁熱嘅夏天，食翻碗白汁芒汁西米真係好消暑㗎。而南山商場平台嘅舊式彩虹攀爬架，背住70年代傳統公屋嘅整齊外牆，係遊客喺香港必到嘅打卡點。呢度仲保留咗充滿人情味嘅文具鋪、舊式村屋獨有嘅蓋衫鋪，仲有放滿唔同種類嘅懷舊零食鋪。最後一站，我哋嚟到開咗差唔多50年嘅老字號品香樓。佢除咗係街坊嘅茶餐廳，亦都係附近大專生嘅飯堂。入邊有好多招牌嘅和氣小炒，用嚟做呢個一日遊嘅晚餐總結就最啱啦。多謝大家收睇今次嘅歷史一日遊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